就功能方面啦，新一代嘅發聲裝置咧，除咗保留現有嘅功能之外咧，亦都會增加5個新嘅功能嘅，更加切合咧使用者嘅需要。裝置嘅第一個功能咧，就係裝置上方去增加嘅發光嘅組件。呢個發光嘅組件咧嘅作用係幫助一啲弱視嘅人士咧，更加容易咧去揾到呢個過路處嘅位置。第二個新嘅功能咧就係摸讀地圖啦。呢個地圖咧係會用觸覺嘅方式去將行人過路處嘅佈局嘅資訊咧，去話俾呢個視障人士，例如前面有幾多條行車線啦，有冇安全島啊，電車或者輕鐵嘅路軌等等嘅。第三個新嘅功能咧就係語音嘅位置嘅提示。行人咧只需要咧按動組件下邊嘅呢個語音訊息嘅按鍵啦，咁個裝置咧就會用粵語、普通話同埋英語咧去讀出過路處附近嘅街道名稱，令到咧使用者咧知道咧佢究竟身處喺邊一個位置嘅。第四個新嘅功能咧就係非接觸式嘅行人過路按鍵。將來咧行人咧係可以無需去直接接觸咧嗰個行人按鍵咧，都可以咧啟動呢個按鍵嘅。咁樣咧可以減少咧使用者喺衛生方面嘅憂慮嘅。最後一個新嘅功能咧就係靈活嘅聲量調節。實際上咧而家嘅發聲裝置咧本身咧已經喺夜晚較後嘅時間咧，佢嘅聲量咧已經比日間係調低咗㗎啦。咁樣咧可以目的咧就係減少對附近嘅民居嘅影響啦。而新嘅發聲裝置咧會進一步咧喺夜間嘅時間咧係可以再向下調嗰個聲量嘅水平嘅。咁而當視障人士有需要過馬路嗰陣時咧，佢可以利用新增嘅專用無線嘅裝置啦，或者運輸署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程式裏邊嘅遙控功能，去短暫咁提高翻個發聲裝置個聲量嘅水平，等佢哋咧可以安全咁過馬路。咁而當佢過完馬路之後咧，個發聲裝置嘅聲量水平咧，亦都會自動咧回復翻之前夜間嘅聲量嘅水平嘅。咁為咗落實呢個新嘅功能咧，我哋會喺今年嘅第3季啦，透過視障人士團體去一次性咁免費咧派發嗰個遙控裝置咧俾呢個視障人士使用嘅。大概咧總共咧會係有15000個。咁我哋預計咧成個更換嘅過程咧就會喺2027年年底之前都會完成。咁我叫做李啟德咧，我係一個後天失明嘅朋友嚟嘅。咁當我後天失明之後，我要重新面對翻人生嘅時候咧，要融入翻個社區嘅時候咧，一啲無障礙設施係必須嘅，特別係過路嘅時候咧，一個穩定、安全、可靠嘅發聲裝置咧，係絕對不可缺少。咁運輸署今次呢個新系統嘅誕生咧，期間嘅過程咧，同我哋視障朋友嚟講咧，係有一直好緊密嘅溝通。當我哋知道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哋都覺得即係呢個對我哋嘅保障嚟講咧，係一個比較全面同埋安全嘅新系統咧。